現在咧同大家咧去講解咧呢一個設計名號入面咧，就喺呢10年嚟咧，喺過往呢10年嚟咧就非常之紅啊！即係咧好多人咧都會咧用呢一個中文字咧就為自己聲韻啦，亦都為自己嘅下一代咧去設計呢個名字，尤其是咧係呢一個小妹妹啊，啱啱出世嘅小妹妹咧，好多家長亦都好中意用呢一個字咧去幫佢設計喺佢嘅名之上咯。咁呢一個就係乜嘢咧？就係呢一個日字做個清啊，即係呢一個晴朗嘅晴啊，呢一個雨過天晴嘅晴啊，冇錯啦。呢個晴字咧，其中一個意思咧就係代表咗啦，就係咧雨過天青啦。咁即係代表咗咧，就係咧已經咧係咧嚟緊係唔會落雨啦。無論啱啱落完雪又好，落完雨都好啦，完結咗嗰一剎那咧就為之叫做晴咯。所以咧好多咧朋友咧就用呢一個名咧就擺落佢自己嘅下一代或者對自己嘅寄望咧，目的咧就係咧嚟緊咧係不需要咧就經歷啦任何叫做挑戰考驗嗰方面咯。但係咧係欠缺咗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咧，到底佢嘅命格咧啱唔啱用咧？啱用有啲乜嘢嘅好處咧？不配合咧有啲乜嘢咧嘅問題咧係潛在咧，會阻礙住咧呢一個小朋友或者阻住呢個朋友咧佢嘅個人發展咧。咁今日 Ken Sir 為大家去講解翻。喺開始講之前咧，邀請大家記得咧訂閱咗咧就係我呢個 channel 啦。我呢個 channel 咧免費為大家咧去講解翻咧喺設計名字入面每一個字咧帶出嘅意義係啲乜嘢啦，同埋咧對於你命格啱用咧有啲乜嘢事情咧係會有啲好事發生啦。如果不合你命格嘅話咧，又有啲乜嘢咧要提早俾你預備啦，或者你經歷過咧 check 到自己咧就係原來你用緊個命咧係不合用嘅喎，所以記得啦就訂閱咗我呢個 channel 啦。每一次咧有新嘅 podcast 上架嘅話咧，你就可以第一時間咧就收到啦。又或者你本身咧有啲乜嘢字咧，你好想問到底呢個字咧啱唔啱你命格用嘅話咧，你都可以喺下面嘅留言咧同 Ken Sir 去溝通翻嘅喎。如果呢個晴字咧不合命格用嘅話咧，呢啲朋友咧十居其九咧會欠缺咗一份叫冷靜啦，每一樣嘢都會衝動啦，同埋咧對自己咧好有一份幻想啊，覺得自己咧就係咧嚟緊每一樣嘢咧都好好噶，亦都咧對好多事情咧會產生呢個理所當然啊。咩叫理所當然啊？我租咗間鋪攞咗個商業登記咧，咁我就自然有生意噶啦。我行出嚟呢一個社會做嘢就必定有工去請我噶。我讀書咧就考試就必定係成績好嘅，而欠缺咗咧一個理性咧嗰個分析啊，因為中間咧都要咧有好多唔同嘅挑戰嘅，同埋有一個過程噶嘛。同班一班同學40人一齊去考試一定有啲人係卓越過你，有啲人係冇你咁叻㗎啦。咁如果你自己覺得自己咧喺度自我陶醉咧，係非常之容易咧去贏到他人嘅話咧，呢一份咧就會阻礙咗自己咧去追求自己人生嘅意義同埋自己嘅成功嘅地方咯。而咧呢一個晴字咧係代表咗咧就雨過天晴啊嘛，所以咧佢亦都係咧代表咗咧就係咧一望無際啊嘛，所以咧佢換句說話講咧，佢只係寄望咧個環境好，但係咧有冇一個真正嘅目標咧？你望上個天嘅時候，你有冇啲特別嘅嘢去望住咧？咁如果咧個晚咧啱啱晚上係冇月亮嘅，你有月亮都俾個月亮咧去吸引咗你嘅注意力望住個月亮啦。咁但係如果冇嘅話，咁係咪咧就會好容易俾其他嘅外相某一粒星特別光咗，就會吸引到你去望即係亦都會咧俾人哋咧就帶住咧你嚟行咯。所以不合命格嘅朋友咧，用呢個晴字咧就只會咧喺一間公司入面咧做一部分嘅工作咯。你話佢係咪可以出人頭地做個領袖做個老闆或者喺行業上面擁有呢個領導地位咧？呢個咧就比較咧大挑戰啦。因為呢個晴字不合命格嘅話咧，大部分咧都係中意咧就俾人牽住走人做我做游水跑步人哋做乜安全佢就跟住做乜安全咯。因為雨過天晴啊嘛，危險難過或者咧不如意嘅環境咧就過去咗，所以會有呢一種咧就自我陶醉嘅寄望咯。明白嗎？假如咧閣下咧想 Ken Sir 咧去贈言去認知咧你自己現在咧用緊嘅中文呢個名字咧是否同你嘅命格去配合嘅話咧，邀請你咧就將你嘅名字
即係你嘅姓氏可以唔需要提供，係不需要提供你嘅姓氏，將你嘅名字連同咧你嘅出生咧，你嘅生辰八字啦，即係年月日時啦，整個命盤啦就寫清楚，同埋喺邊一度出世。咁而你好想你自己嘅名係發揮啲乜嘢嘅功能？因為咧呢個名字啦，同你嘅命格啦，同埋你嘅願望咧，要三者配合咧，先至可以發揮到啦。但係咧講明在先，Ken Sir只係會去講出呢一個名字對於你有什麼好，同埋不適合嘅地方，不包括任何幫你設計。如果你想 Ken Sir 為你去設計嘅話咧，你私底下再聯絡翻 Ken Sir 為你做呢個收費服務啊！唔該晒。如果相反地咧，就係用個情字日字做個清呢個情字咧，配合到你嘅命格嘅話咧，呢啲朋友咧就好叻咧，就係去點樣去包裝自己啦，令到自己咧就係真係無愁無慮似天使啦，天天帶住笑啦，因為咧佢咧係已經經歷咗咧就好多咧不如意嘅事情咯。但係咧嗱，當你望到個天係出現呢個晴朗嘅狀態啦，咁但係咧其實你可能咧唔知道啱啱經歷過咧就係呢個大風雪大風暴又或者係咩咧就係呢一個傾盆大雨嘅情況咯。所以咧有個情字啱用嘅朋友咧，其實咧佢好喜歡咧喺背後咧去做一啲工作咧，幫人處理問題咯，處理咗啲大風雪處理咗咧就係呢一個落雨落到咧真係狗血淋頭咧咁嘅情況嘅話咧，就已經係處理咗。所以咧呢個情字配合命格嘅人咧，就好識得咧就係去處理問題嘅。另外一個非常之特質咧，晴朗有咩好處啊？我哋望到好多嘢係一望無際，你望上個天度無論星星月亮咧，都俾你望得清清楚楚。日間嘅萬里無雲，雲就會遮住咗個天空啊嘛。咁即係亦都代表咗咧，就係你可以好睇通咧，就係呢一個啦，空間上面咧有幾大嘅發展啦，睇到呢個空間咧入面啦，有冇嘢去阻擋你自己啊？所以咧佢亦都代表咗咧有一個分析力。呢個分析力嘅話咧，佢可以叫做宏觀咁去睇咯。因為個天出現咗晴朗，所以對呢個大地自己將來行嗰條路咧，亦都係啦即係咧可以洞悉到咧好多咧唔同嘅細節點樣行條路行得最好咯。再加埋咧，無論咧你行呢條路咧，目的係去到咩地方都好啦，你都可以掌握到咧每一日或者每一刻嗰個節奏。你睇見啦，而現在晴朗，但係咧喺唔知幾多里以外咧有嚿黑雲喎。咁即係你亦都會咧為自己去預計到咧幾時咧就會有呢個挑戰同埋咧點去處理問題，同埋點樣去發揮到自己。所以咧有個情字配合命格嘅人咧，佢對自己嘅人生對自己嘅要求咧，好有一個標準，同埋咧做事好有嗰個計劃性咯。有冇啲朋友係咁？咁如果想 Ken Sir 為你去講解唔同嘅中國嘅文字咧，有唔同嘅意義，啱用同唔啱用嘅話咧，可以喺下面嘅留言咧同 Ken Sir 溝通翻啦。今集就講到呢度啦，下一集再同大家講其他嘅中國文字啱命格同不合命格可以發揮啲乜嘢嘅地方啦。可以嗎？拜拜。